點解我今日又忍唔住對仔女大聲咗？我係咪一個好差嘅媽媽？你係咪都試過喺深夜帶住10000個內疚，睇住仔女瞓着咗個樣，默默流下眼淚？上一集我哋講到放過死撐咗好耐嘅自己，好多媽咪 DM 我話睇到喊，但喊完第2朝醒咗，往往又會陷入新一輪嘅內疚循環。今日我唔會同你講大道理，我只係喺小森林嘅樹洞同你分享一個好溫柔、好治癒嘅心理學概念。只要你聽得明，你根本唔需要再逼自己做100分嘅完美媽媽，反而做個啱啱好嘅媽媽，對你同仔女先至最好。睇到最後，我仲會教你一招我自己常用，可以令仔女自動變體貼嘅無痛斷電法。準備好未？我哋即刻開始。尤其喺香港呢個大環境，做阿媽好似一定要做超人，要識特教知識，要情緒永遠穩定，仲要教到仔女科科攞高分。但我想問，呢個世界邊有完美嘅超人？每日咁樣死撐，只會令自己嘅靈魂越來越乾涸。心理學上有個好溫柔、好治癒嘅概念叫做 Good Enough Mom， 翻譯過嚟即係啱啱好嘅媽媽。心理學家發現，小朋友需要嘅從來都唔係一個100分，永遠唔會嬲、運作精準嘅完美機器，而係一個有溫度、會攰、會犯錯，但會無條件愛佢嘅真實媽媽。完美嘅機器係冰冷嘅。如果我哋做父母嘅，事事追求完美，事事死撐，其實無形中我哋都喺度逼緊孩子變得完美。呢種高度繃緊嘅狀態，就係我哋無窮無盡教養內耗嘅源頭。所以我私藏嘅心法就係堂堂正正容許自己斷電同放空。而家當我好攰，感覺到自己嘅情緒快到臨界點嘅時候，我唔會再死撐，我會好坦白咁同小星同小葵講，媽媽而家大腦得返10% 電，就嚟要強制關機㗎喇。而家我需要坐喺梳化無痛斷電，充電15分鐘。呢15分鐘內，除非世界末日，否則請當媽咪係一件家具，唔好拍我，亦唔好叫我。等15分鐘鬧鐘響嘅時候，媽咪充完電就會變返溫柔嘅媽咪啦。以前你可能會驚我咁樣做係咪好唔負責任？但事實啱啱相反。當你願意喺仔女面前展示真實嘅脆弱，仔女反而會長出體諒同照顧人嘅能力。更重要嘅係呢個最正嘅身教，你用行動教緊孩子，人係可以攰，可以有情緒起伏。攰啦，情緒控制唔到，係可以停落嚟，放過或者放鬆自己㗎。如果做阿媽嘅連自己心靈嘅電量都耗盡，你又邊有能力去照顧、去愛孩子呢？同樣，你嘅情緒收得再好，你嘅孩子其實係會感受得到嘅。容許自己不完美，攰啦就去飲杯咖啡，聽隻歌，放空一陣，先餵飽自己嘅靈魂，你先會有高質量嘅溫柔去愛孩子。放過自己，此時此刻嘅你其實已經足夠好。家長先鬆綁，世界先放晴。今晚臨瞓前，如果內疚感又想揾你，請喺心入邊同自己講一句：我已經做得好好啦。如果你亦都有共鳴，請喺留言區留下一句：我做得夠好啦。幫自己打打氣，又或者同我分享你平時會用咩方法幫自己無痛斷電充電呢？覺得今條片有幫到你嘅，記得俾個 like 同 subscribe我哋下集小森林見。